好，各位大家好，今日我要介紹呢本書咧，叫做《一分鐘超強記憶法》，超過130萬人見證啦，大小考試、證照檢定、職場進修，佢就通通搞掂。我作者咧係石井貴士，睇翻作者生平啦。佢1973年喺愛知縣名古屋市出世，佢先後獲得多項全國性模擬考第一名，佢亦都考取咗應戰耳熟大學嘅經濟學喎，更喺無師自通嘅情況下一舉考取咗電視台嘅播導員。任職電視台期間突然之間產生咗不如辭咗電視台播報員呢份工作，從零開始打拼並且創造一番事業之後應該可以激勵好多人嘅呢一個想法，就毅然辭職啦，跟住就環遊世界。返咗日本之後就喺日本心理健康協會取得心理諮詢師嘅資格。2003年佢自己就創辦咗 Carol Cinderella 公司喎。著作入邊佢仲有頭腦真的變靈光、1分鐘超強讀書法呢一本書銷售突破57萬本，躍居呢個日本年度暢銷書排行榜嘅第一名喎。著作多達41本啦，咁累積銷售亦都超過130萬本㗎，亦都係日本入邊嘅暢銷作家啦。咁當日睇住呢本書嘅封面啦，但係就冇特登走去揭本書嗰個目錄嚟睇嘅，就咁輕易快揭咗幾下我就決定咗買呢本書啦。咁當時買呢本書我記憶之中其實係10年前啦。咁攞翻出嚟而家睇係因為都想加強自己每一樣嘢嘅記憶力㗎嘛。1分鐘就可以超強記憶法喎。咁但係你問我，其實1分鐘係咪真係可以超強記憶法呢？我就學陳老師咁樣啦，學畫呢個思維框架導圖啦。咁佢嘅主旨因為佢目標都係基上本書嘅 topic 1分鐘超強記憶法。咁但係我睇咗佢本書其實個結構內容我覺得唔係讀得好熟。咁佢主旨其實教咗幾樣嘢啦。咁我都綜合咗嗰幾樣因素其實睇翻其實主要我覺得係得3點嘅啫。咁第一啦，用時間啦；第二佢就用顏色去區分嘅。咁另外佢會有啲瑣碎嘅字句啦，去鼓勵啦。咁3點啊嘛。咁好啦，而家講第一點先，時間軸。咁佢就提出咗作者就話其實每隔20分鐘，咁就喺每一次就溫3次。咁 total 每日將嗰件事就溫9次。時間點行係夜晚睡覺之前啦，或者朝頭早起身啦。咁最好我哋瞓覺嘅時間係10點前啦，起身嘅時間係5點半喎。咁就7小時30分鐘，咁就睡覺時間就係最理想嘅。咁佢都唔知邊一度嘅研究所得呢一個係最健康嘅睡眠時間啦。咁時間軸咁頭先佢提出咗啱啱講嗰2個時間瞓覺啦。咁頭先講每日溫3次，咁每次就溫個內容又溫3次啦。咁 total 3乘3就係9次咯。咁早上溫1次，咁就下午溫1次，就夜晚溫1次咁嘅意思喎。咁佢亦都提倡咗一樣嘢喎，我哋平時睇一套鐘頭60分鐘嘅電視節目啦，咁當中電視台都中意播廣告咁。咁佢廣告其實每一集同每一集之間嘅廣告大約20分鐘啦。咁話我哋細細個其實會聽一啲廣告歌㗎嘛，我哋到而家大個都記得喎。其實你諗下，我哋睇一套劇集，好專注睇嗰個內容 ，TVB 追劇大家都有啦，係咪？哇，睇，跟住去睇廣告。咁好啦，去廣告嗰時通常
美元發菜咁啊，好啦，就會有美元發菜嘅歌播過啦，或者我哋細個會飲朱古力奶又話，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冇定期，飲到朱古力味翻返嚟，牛奶味又唔生氣。咁好似呢啲歌咧，我哋去到好大個咧，我哋都仲會記得喎。咁所以咧，去到呢一刻咧，我覺得叮一聲咧，佢係應該有用嘅。咁另外咧，另一個方法咧，佢就教咗用4個顏色嘅分類法啦。咁就幫助我哋腦部咧去加強我哋嘅記憶力嘅。紅色、綠色、黃色同埋黑色，我最得補 confirm 下先。我就係嗱，紅色、綠色、黃色同埋藍色，最好係有呢4隻顏色嘅黏帽紙啦，或者筆啦，去做一個顏色嘅區分，嚟發揮到我哋嘅記憶力咧，可以好極致同埋效率化喎。咁咧紅色咧就係我哋一眼睇得明白嘅，即係你 highlight 嗰件事啦，或者寫低嗰樣嘢。跟住綠色咧係你3秒之後先至反應過嚟，就唔係好記得嘅。黃色就係有印象啦，但係唔知所以。藍色咧就係見所未聞，聞所未聞。咁將呢啲顏色咧由藍、黃、綠、紅呢一樣嘢咧嚟排嗰個記憶。咁好啦，咁排呢個記憶順序咁樣落去。咁你問我，其實呢個方法係好嘅，但係要你咁啱隨手都要拎到呢啲筆執咗喺度啦。咁 so far 咧，其實嗱，佢哋都會有講4個顏色嘅記憶法啦。咁亦都分咗先講4隻色啊嘛，黃、藍、紅、綠。咁我哋咧將完全冇睇過嘅資料啦，例如放喺藍色區，咁到有啲印象咧就放喺黃色區，3秒先反應過嚟就放喺綠色，4紅色就喺個眼睇得明白嘛，頭先話，咁就用嗰時間軸嚟區分啦。咁你3、3、3，咁你將呢啲層次嘅嘢咧就逐個遞升咯。咁呢個就係我作者提出嘅方法啦。咁或者你都喺書入邊咧舉出大量嘅例子啦，例如話下定決心就能夠做到嘅啦。咁亦都但佢亦都舉例咗一啲錯誤嘅例子啦。例如佢話我哋舊有嘅習慣咧係覺得自己寫幾次就會記得嘅，但係如果我哋唔用頭先講嘅方法，每日溫3次，每一日又喺時間上面區分3回，咁 total 成為9次啦，先會真係將我哋嘅記憶踏實咗喎。咁人喺20分鐘之後咧，係啦，根據艾賓豪斯記憶遺忘曲線咧，咁咧佢嘅研究所得咧，人喺20分鐘之後會將自己忘記咗嘅記憶係42%，咁將記住嘅資料咧會係58%，咁人喺1小時咧會忘記一啲嘢咧係56%，記住一啲資料咧就44%，人喺1天後會忘記74%，記住只係26%，人喺1星期後會忘記咗77%，記住嘅係23%，所以咧我哋話係視忘嘅動物係冇講錯嘅，所以我哋要記住我哋自己想要記住嘅嘢係起跑點，所以我哋要掌握我哋複習時間嘅時機咯。咁睇翻咯，第一句句子係人喺20分鐘後就會忘記咗42%，會記住58%呢一句對白啦。咁呢一句對白就係講緊20分鐘之後，我哋會忘記咗42%喎。咁即係我哋會覺得實啲資料係58%咧，所以佢嚟再重複一次。我哋要用20分鐘一次嚟溫習啦，就每一次溫3次，3乘3次。其實佢本書咧大量咁樣咧都係重複性咧講3次、3次、9次嘅 chapter 1啦，咁咪所以佢個目錄咧就會基上呢樣嘢嚟講啦。咁另外咧佢都觀點咧佢有幾個 point 嘅，目視才容易記住，寫下來容易記住咧就錯嘅，所以我哋就要多啲去睇啦，咁就唔好用隻手去抄咯。咁跟住咧，佢又話咯，邊走邊出聲背誦就係最好嘅，好過你淨係坐住喺張台度嚟用功，佢就覺得冇乜用咯。咁佢又都有講咧，雜音嘅環境幫助記憶，安靜嘅環境咧
好用功呢個 point 咧就錯喎。通常以前我哋細個都識晒呢件事，咁你到溫書，但係其實咧靜靜你側邊有少少聲咧，先可以幫你真係記到啲嘢入腦。人嘅專注力以90分鐘為限係啱嘅，專注力本來就係人各有高低，就唔啱啦。即係我哋咧，其實溫習嘅時間咧最好 fix 咗都係喺90分鐘之內啦。解決問題後再稍事休息係啱嘅，遇到唔識嘅問題先暫停咧，咁就唔啱啦。咁我都相信係啦，因為你盡量都係揾辦法解決啊嘛。背書要複習3次先至能記住，係啱嘅。有人會背書要過目不忘1次 OK 呢個對白係錯，係啦，咁就唔啱啦。咁其實成本書 overall 咧，我其實睇完晒咧，即係用咗45分鐘時間，覺得我點解會買呢本書嘅？當日其實10分鐘內咧，我已經講晒呢本書嘅重點內容啦。咁我記得10年前買呢本書嗰日咧，係阿女1年班佢溫默書，然後就喊晒話唔好意思媽咪，其實我真係唔記得咗自己尋晚溫嗰個生字啊。當中咧好多磨合啦，兩公婆即係都有一齊睇住個女溫習，去到第二朝起身，哇真係好沮喪啊！呢個係我細女嚟嘅，咁所以行過書局嗰日咧，我見到呢本書，我覺得會唔會有機會幫到佢咧？但係其實當日快樂都冇乜感覺。不過你問我建唔建議大家睇呢本書咧？佢有少少技巧上顏色嘅區分嗰一 part 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學習嘅。咁時間軸嗰一 part 我都覺得佢對嗰個 example 係非常之優勢啦，非常之理想啦，應該話。咁就係咁啦。我介紹呢本書，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亦都可以喺圖書館就嚟睇下啦，或者睇下有冇電子檔啦，可以下載嚟睇嘅。如果大家都想繼續支持我呢個 channel， 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同埋我呢期節目俾多啲鼓勵。唔該晒。